最大嘅感覺就係當然就係話唔使戴眼鏡，係啦。我而家仲有個習慣就係喺度托眼鏡，成日以為有班叔戴頭髮眼鏡，咁唔使戴眼鏡係好舒服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van 文生哥哥。喺90年代嘅時候係做兒童節目㗎，直至到咧其實現今咧都有做唔同類型嘅節目主持嘅，更加去到電台當中咧都係做 DJ 同埋主持㗎。其實咧，我細個喺2年班，小學2年班開始咧就已經近視啦。嗰陣時咧係280度，咁啊直至到出嚟啦、做嘢啦，直至到而家咧大約係400度嘅。其實始終咧自己咁嘅樣咧睇落去咧就好似好細個咁樣啊，但係一有老花嘅時候好簡單啫嘛，你一老花喺條街度，人哋就知道你有老花㗎啦，咁就即刻估到你，哇！你隨時都係40幾50歲㗎啦，好尷尬啊！所以就又有近視，又有老花，仲有少少散光，咁係令到自己咧喺工作上面同埋生活上面咧係一定會有啲困難㗎啦。咁其實咧，我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認識咗朋友啦，咁就喂，其實喺深圳嗰邊咧有一個好好嘅矯視，甚至咧可以做得更加好，例如咧直情可以將晶體換咗佢嘅。咁我初咧就喺度諗，哇！晶體換咗佢咁真係有乜好處啊？佢話第陣時唔會有白內障，咁因為其實始終啦，人老咗都會有白內障。如果又要做埋矯視，再做埋白內障，即係要做2個手術。咁點解唔一個手術做晒呢？咁同埋醫生就即係好風趣啦。咁同埋佢會喺做手術嘅過程當中，佢都話如果你需要我同你傾下偈，等你可以放鬆一下，甚至係等你咧唔使咁集中個注意力啊，等你分散一下嘅時候咧，咁醫生都話我可以同你傾下偈啦。咁等你輕鬆啲。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人性化。咁就唔會咧，好似一入到手術室好冷冰冰咁樣，同埋好似咧大家為咗做手術快手做，佢個感覺俾我就話其實都知道你會緊張，都知道你入到手術室嘅時候咧會心情咧有啲緊張，咁我可以同你之前之後甚至做緊嘅過程當中，等你輕鬆一下，等你舒服一啲。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人性化，所以多謝晒醫生。其實咧做咗手術已經8日啦，最大嘅感覺就係當然就係話唔使戴眼鏡，係啦。我而家仲有個習慣就係喺度托眼鏡，成日以為有班叔戴頭髮眼鏡，咁唔使戴眼鏡係好舒服嘅。另外就係因為呢幾日都比較熱啦，咁其實一流汗咧你就 feel 到啦。以前有副眼鏡就會跣落嚟，有副眼鏡又要再托，或者副眼鏡咧出入啲冷氣場所有啲霧氣，咁而家唔使擔心啦。